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到饭店的大房率，花莲到业者来杀员工断尾犹太，鼓励员工趁这段时间会当休特休假，带厝内人做伙来行行咧。另外，还有一间老店开饭店新历十六大规模订番，因为这个时间较敏感，传讲有员工是互人要求爱休1礼拜无薪假，饭店落尾赶紧出来背话，讲订番和疫情无关系，这段时间的员工同款领会到薪水。饭店的大厅空野野，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，互特别进入小月旅游业是更较困难。大房的业绩一直落。花莲有一间25年的老饭店，伫咧2月16号，封馆来做整修，互民众出门佚佗，要来找这间饭店大，却找无。现在也不想出来玩吗？对啊。会觉得可惜吗？民众讲真可惜，但封馆的时间实在是伤敏感啊，甚至传出业者要求员工来放1礼拜的无薪假，惊会互县政府社会处来关心，饭店赶紧出面来解说。目前是有薪还是无薪假？有薪假。因为我们的年假很多，因为我们资深员工也蛮多的，也不会因为武汉疫情的影响，因为这已经预定的日期开始。但是住房率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并没有明显提高。强调封馆整修甲疫情无关系，但业者嘛承认讲，武汉肺炎的疫情确实有影响大房，尤其是饭店的餐厅影响上大。目前营运状况来讲的话，是以餐饮的影响最大，大概是减少大概50%的营业额，员工都有3折优惠的价格，可以去鼓励员工出去旅游，安排休假、特休假。旅游业要进入小月啊，除了鼓励员工会当先来休特休假，佮提供3折的订房优待，予员工希望会当降低疫情造成的营业损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